先开始来看气象局伫今仔透早5点半解除卡罗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哦。风台豆豆离开台湾，往日本的琉球移动。早起11点半嘛解除海上风台警报。也毋过气象局提醒讲，今仔台湾各地要爱特别注意强风。中南部因为吹西南风哦，所以山区的雨会落愈大。拜六礼拜会阁继续落雨。另外，今年的第7号风台蓝温有机会伫即礼拜日形成。画面内底这张树啊，规个倒去，甲国道2个车道炸掉咧。一台轿车闪避转直接撞落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受到风台外围环流持续影响，新竹以北、高雄、屏东、甲台东沿海较宽阔的所在，拢有9级至10级的强阵风。台北市有点头的空板去互风扇落去，停伫路边的铁马嘛规个倒去。卡罗风台过去3点钟，强度有小可减弱，而且暴风圈有较缩小。风台中心目前是伫台北东北边的海面，向东北东行刷。警报虽然解除了，但是还是要注意好大雨哦。我们在连续降雨的情况之下呢，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坍方落石的现象。那没有必要的话呢，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。而短延时强降雨呢，也会造成一些像是伴随雷击、强阵风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。气象局提醒，就算卡罗风台渐渐要对北边离开，不过拜五规工各地要是爱注意会透风。中南部山区爱注意会有大水雨，尤其是南投县的山区会有局部的大水雨，或者是超磅大水雨。嘉义县、高雄市山区嘛可能会上大雨。现在日本东边海面的热带扰动要持续地发展，上紧可能伫礼拜到后礼拜一发展做今年第7号风台蓝温。路线会向日本关东去。2、3天后，就是可能在日本的东南方海面还会再有新的热带扰动。按照目前整个预报的高压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，它应该是会往这个日本附近移动，离台湾应该是蛮远的。天气分析师提醒，卡罗风台可能伫即个拜六礼拜，佫一个影响日本 Okinawa。若第7号风台若是形成，可能伫后礼拜3了后影响日本关东。最近若是要去遐旅游的民众，都要注意风台上新的动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